玫瑰花美发。他讲对哎。现在大家 focus 在2位的刀工上面哦，因为我们算也是大开眼界的。对。学姐，你加油！这个还好看冷静。应该还没有讲什么圈走在选，什么走在我可以帮他们要求吗？可以，但你不能吃哦。弄马开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係鍾白強。今日同飛機呢，都是苗栗啊到位嘅，講正經呢，都苗栗18鄉鎮當中，正經係你天天的行嘅時間會減速到要到位嘅慢法。特別這邊呢有2個國際慢城，台灣只有4個哦，苗栗就有2個。哪兩個？一個係南中，一個係32。啊，不過今日你都3班，3班，對。好啦，今日呢，董輝希哦又邀請到你的2個好朋友、好兄弟、讓人強容好哥們，好哥們，他一定不想跟你一樣，不想承認，對，他一定不想承認。先來歡迎到齊玉鳳齊師傅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歡迎，好兄弟哈，好兄弟，哦，盧師傅，盧準備，盧師傅，大家好，我係阿Bingo。我提起剛才走馬嘅東西，我們也要考慮一下。好，可以啊。等一下，強容打開了本大家看一下，猜想一下咯。吊吹，吊吹了。哎，你還去講哦？跳魚高吧？跳魚高吧？跳魚高。我走馬嘅。因為用跳魚高應該係當傳統嘅梅頭，而且又有加切點菜，所以係即係炒嘅啊，炒吊錘啊，哎呦，傳統嘅梅頭啊，Bingo，醬燒嘛，係啦，今日我做嘅料理係醬燒豬肉吊菜兒。好，既然按傳統的米西，今日呢4個產水仔來詮釋這道菜的都非常年輕，對他們來說應該是蠻挑戰的。而且是蛇梅哦。怎麼了嗎？給佢分讓一下。好，另外要特別呢，係2個表姊妹吼，係偉玲、然後品軒、分享。哇，這點重誒，你看。漂亮吧？漂亮。等一下問一下幾歲？來，咱隨便放張圖。富裕窗這樣嘅2姐妹哦，李小軍還有林星辰。哇！我先介紹我這邊2個跟我淵源不淺。哦，你知道？對，她是都我學姐。你不要以為我是學姐哦。他們看起來像學妹呢。哎呦！好啦，問下。他們2個都是我的學姐啦，哈，而且吉利用3年呢，都會在做什麼樣的工作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是做那個美白牙齒，對，調假用。哇！做調假用，顧少，你看他的牙齒，動這樣哎，這個就叫微笑曲線。對，真嘅。跟品軒呢？我係做那個數字甲的美甲師。美甲，看2個都跟美有關。對，既然跟美有關，2位一定跟美食也有關，對不對？硬扯過來的。真的，我聽說他們2個也蠻厲害的哦。真嘅，平常時有做吹冇？有。真嘅吼，牙齒吹有練習冇？有嗎？你平常是有助攻，真的嗎？有啦，你家下要躺到機梁沙討論哦。對，品軒就一直笑。愛慕呢，大聲。好，拿出人妻本色來做出好的客家美食，好不好？好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！哦，那個結婚的訪問太久了。問一下，機梁沙讓大家小解一下哈，那個看起來應該是大學畢業，差不多冇幾久哈。大概畢業多久？當畢業3年。畢業以後做乜嘅條路啊？服務業。服務業。那我們這邊也是服務業哦。對啊。那我們是調假用。做乜嘅種啊？哪一種類型的？做一些醫療器材。醫療器材。哇，代表手很細，手很細。不過星辰咧？第個愛爾蘭。哦，那你是為了上節目轉去台灣係嗎？嘿。專門你不能當愛爾蘭就偷偷哎。好，今天我等一下好好談一下哦，因為這個打工旅遊的故事真的還蠻有趣的，所以等一下好好聊一下啦。大家強下你加油一下哦，好，今天就醒醒嗎？有。比較小聲，今天就醒醒嗎？有。好，馬上來健康體育館咯。木卡好明星，
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面試，兩嘴啲寒天嘅時間地度做出自天嘅菜色。雖然係亞布卡嘅較上癮，也係亞布卡嘅面試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隊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亞布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哎，今天都年輕人呢。哎呀，而且又是什麼呀？一龍沙哦，今日為咗搞嘛計？海帶拳，開菜這很難呢。我終於逮到了，來，先選隊友。哦，顯馬莎，我要跟品軒玩。品軒玩，好，好，老平先講。走得咯。好，走得。跟你用啥？想要先快點用啥？乾坤你用啥？好哎，OK，呦好，加油啊！哦，尬掉，啊走，不能碰到他，要告我。舒服多了。剪刀石頭布，好，你先開始哦。一家之主愛水強，強唔強？強冇強？強唔強？強冇強？沒關係，太謝啦，沒關係，還好。因為我今天心情不錯。對。小加油。哦，獎品加油哦！還有哦，剪刀石頭布，好，你先開始。一家之主愛水強，強用唔強用？ Yes yes，謝謝。我們小小的讓步，小小的，那就換你對他了。讓哎，然後讓哎，你要對羊要對羊哎，該東西哈多了，對啊，哈一條，對，他使出美人計，只好把兩邊都拉下來。哎呦，但是結婚的拉一下。好了，我們公平獨佔哈。哦，我幫他稍微拉一下，因為他先生罵我。好，哎，剪刀石頭布 Yes。你嘅數字條動好款呢。沒有，你先開始哦哈。好。一家之主愛水強，強用唔強用？強冇強？啊！厲害哈！哎，他碰到我是他自己碰的，他自己碰的。好了，唔怕，等一下哦，因為你們輸了，先從你哋洋洋導 B 嘅開始。好。好。要出菜呢後，唐公你要得有先練後雕出來你要切，對不對？對。有想法了。哦。那這個留給你們表現。好。我切簡單的。好。蒜條切油麥類嗎？對。對不對？切蒜末嘛，哈，不要想用哎。對，好，那我先切蒜條，其他給他們人氣表現，這樣。好，冇問題，好不好？開始。今天的食材都是婆婆準備的嗎？對，真的嗎？誰家的婆婆？我家的婆婆。哇！我跟你說，她嫁到好婆婆。你知道為什麼我遲遲還沒結婚嗎？因為苗栗最好的選項給她選走。等一下，她老公知道嗎？啊，沒有啊，我是說他們家族啊。哎，其實人家都好人家呢。怎麼說？老公對你很好嗎？嗯，對，很好。我這個問題好像只有一個答案。對。很像我老公看電視。哎，講真嘅，那用啥平常時，家娘都不會需要你們煮菜嗎？媽媽都會煮好好這樣。不是，因為我婆婆她本身比較忙，然後她也沒有固定在家裡吃飯。哦。所以她就是她如果在家裡，我就會煮，因為我有小孩，所以我就是會煮給。你有小孩了？對，我有小孩。你有幾個小孩？3個。真的？看起來跟少女一樣哎。真的。真的啊？我有3個小孩。真的。他們都幾多胎啊？一個小2，一個小1，一個4歲，就是小孩。哇，像小2代表已經有8歲9歲了耶。對，8歲。對，這樣聽起來jumping哦，不要一直聊天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是見到沒啦？因為明珠姐聽到她起跑太快了，小孩已經8歲了。好了，我人生已經輸8年了。唔怕，你贏在其他地方。什麼地方？各種地方。對，各種地方。好。學姐不好意思，我只有貢獻2顆蒜頭而已。對，但是其他部分我會加油。好，對，我會塞一點錢。好，加油。好，你們先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不要外面不要笑那麼大聲。好，你可以使用線做埋嘅東西咧。反正他做什麼就是破壞什麼。對，大概是最簡單的蒜頭給你。哦，蒜頭，我們應該要走過嘞，我們做一個跟他不一樣的好了。不能跟我一樣嗎？做什麼好了？蔥啊，蔥發。他的人生就逃不開蔥跟蒜。不是，我很怕他說，你就幫我攪一下那個條魚夠熟嘞。好啦，蔥發會切發哈。好嘞，切發哦，切發哦，好，切發，好嘞，開始。你剛剛說切發呢？你的所有的蔥白都被他用光了。哎，
妹切发吗？切发啊，切发啊，发。这不是葱花吗？玫瑰花美发，他讲对哎，切多安用音，不是油安用时候嘞。切发。选男朋友一定不要选这种嘿，的，冇错。绝对不要，只会讲话而已，不会做事。哎呀，对，怕儿戏哦。他自己讲的。好。 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起开动。谢谢。有好像你60吗？懂了吗？好有60。还好有没有还有一点点，他的眼神告诉我，小小有一种傻眼一共感觉。 50分哦。对， 50分而已哦，没有及格满分是几分？ 1000，很优秀。小小来 give me 10。好啦，了下个时间2、3强下做哦。好，来，开始，开始不记得先起好啦。做得两个人一起做哈，两个人一起跟他做。然后走在举莫也是那调态的啦哈。对啊，直接调的。你们的肉，哎呦，哇，黄金那个是什么6两肉哦。那是什么肉？这个那是啊，松板， 2层肉， 2层肉，松板2层肉，是松板吗？两层肉嘛， 2层肉，这有几层？这个大概18层。这1层的18层的1层啊，哦，1层1层。 ，1层算1层哦。那个蒜头要剥嘛，对不对？哦你小心被导播骂。剥好，剥满才好，比较好切啊。哎，迄讲细细度，谈谈妈妈叫他做菜吗？毛鱼同在旁边看而已，在旁边看。哦那今天是第几次做菜？第一次。第一次做这哇，你来做菜呢？ 6、也算是我很有面子了。 7、很厉害了。 2、耶，好，风吹走的快洗。哇，可是你看给 T 一排做菜，给做切断案嘞，算很厉害耶。继续做。不过新城应该，哎呦，有吗？你打赢我哦，打赢了，打赢了呀！超累。调感用。但是新城看起来唔系提这白做啦哈，嘿，你天2白系吗？点讲开始起走吗？有的哦，有的。我会这样问是因为有些学生啊去外国打工换宿，他们自己做会比较省钱。哎呀所以你应该是也是起卡走哈。嘿哦，哎呦，没有很难聊啦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你留着好了。不行，你底下手了。该东西打应该上映出哪位了呀你是不是也是第2次做菜我 first time 第一次。 ？First Oh my time， god！哇，然后他们4个都是有4个第一次哎。对要不要妈妈没有了？伟玲不是吧？她应该学姐不是哎，你看一下学姐切那个，你看学姐第一次切这个，什么？我没有切过花。你们不用讲实话，你们知道吗？要啊，不是我啊们都，讲诚实实话为那个啊上策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不是有一个 G 片也是这样子。对，我还以为他是切对半，然后再切条，再切花。哦，切肚子的花是不是？对，我以为是这样子。我们来大家现在。对我没有学到对，下一个 focus 在2位的刀工上面哦，对因为我们算也是大开眼界的。对，切开切这边还好看嘞。很漂亮哦，等下有变色的有菜就我是说好。品轩的部分。哦，你要切到怎么？麻烦我请我的学生过来一下，来2位过来看一下茄子怎么切的部分，你认真看一下。对，下一个 focus 在2位的刀工上面哦，因为我们算也是大开眼界的。对，切开切这边还好看嘞。你冷静，切断了我。现在想到，因为我都没好好切，好好切，这要怎么煮啊？没有刚好断掉就 OK 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玩魔术方块吗？我这个想到，我觉得有点像美劳课的感觉。哎，还有一条啊我，第一次看到这样子这样切的，子切这是魔吧。术方块吗，学姐？你也可以切对半，我像切忍者龟一样。我还是以我平常的切法。品轩要来切了，品轩第一次切菜第一次切哦就献给屌锤了。没错，一嘎子做奶青条。穷龙摸穷龙。一个切这样，一个切这样。哦，开始切滚刀了。那谁都肚子很痛哦。一边滚一边片一边花刀，哎哇，多元化，对，真的，真的很棒真的是多元化，这必须要这样子。层次啊，层对次，层次啊！刚才猪肉要显乳沟嘛，
要卤吗？唔是哈，有反把握的正婆婆没有交代的就不是。婆婆都什么都没交代，继续加油哈！啊，大约搭给吹豆，哇！比高一了，我们这边真的还不错哎。不过他们俩看起来都很温柔娴熟，对啊，像是那种客家好媳妇类型。啊，真的。只要再多看我们节目几集，你们一定可以，真的。就是可以的。就看过，来就改节目吗？越来越好。有啊。哇，你还是回到悠悠台好了。有看过吗？再闪远一点。不会，这 OK，这 OK，这 OK，因为它没有水分。哎，老师，我问一下，之前是不是有去踢墙狗该屌锤哦，油度还是怎么样，因为让它的紫色变富贴，有什么样可以踢墙一下？本土还有够掉啊，下意啊，油温还有够掉下意。你讲我够掉，你把它按小温。你要走对了，不要忘记，你常常害到别人呢。我会躺一讲哦，他是专业的哦。我们去看我们那边了啦。好，但是太高会不会也变富啊？没有可能哦。哦，变色了哦。没有，变色很勇办呢。你应该回答我们吧。变色很勇办呢。那怎么样？那个油温太低了。油温太低嘛，对高了最高它没办240。法，它变或是勇办应该给弄该痛的时间加一点醋。加一点醋。现在吗？总得该痛的时间，用水痛的时间加醋。水煮啊，水煮。做得標準啦，冇咧，冇咧。因為而家放雪啊，即係俾佢托踢田啊，攞去托踢啦，盡量托踢我们田啊。要把那个有变色的老头贴，好的。这样可以 OK 嘛？你用匙做得咧，那是那怎么演起？有慢到一起。来，有没有一起用手指？哦不要。演演那个，它太低。你试了一个形状最可爱的。对，可以，差不多咧。可以了。多点，好。做得咧，好。哎呦，其实蛮漂亮的呢。人家有变色的留贴就我是说好。品轩的部分。哦，她老公在铁路局上班，小心以后不用搭在台铁哦。我以为他把我绑在铁路上嘞。好，那对孔盖片咯。对，这边人气稳稳的，已经慢慢恢复心跳了。有。真的不错不错。这样子吗？哦，我直接梁永美不会走对嘞。嘿，你看哇！玛莎高民族诶。妈妈在前面。哦。妈妈走前头哦。哇，妈妈比你还那紧张。可惜没有扣 out 这样。啱咪買嘅，啱咪買嘅時候嘛，我 tell you 真嘛勁。哦。加水哦。加水啊，好。 2圈。誒買嘅，喺我買嘅。哎呦。哦，好哦。哇，该调出一个色冻好看呢，让你两沙强龙好看。多了，该片看好咧。好，你係講女嘅啊。剛才只這樣講一句話。自己補。對。哇！差不多好咧。你们很厉害，这样子调出一个融合就不是老劲呢。有加酱油吗？有，还没有那个酱香的味道哎。调酒够。有吗？有，味道有絲嘛？蜜桃做的嗎？有。好聽哦。今日廣播了。好嘞。好。好。我過去看一下。該片咯。好。哦，我這個咪差唔多咧。誒，我該之前他還蠻平下去。調出做咩炒香球？實實咯，實實咯。拌一下就好，拌一下就好。炒。拌一下。嘿。好。佢之前他有打。你係掹餅嗎？掹餅係實實餅啊。衝吧咧。全副平下去嗎？都50。有種天女散花感覺。衝他面做的，給他提一下白色。差不多了，好。關火，關火。 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拿住紫色框架體育館底度內部卡米西靠後色嘞。Hello， 那西给哦，我们的2個人妻跟2個妹妹西產你 Q 阿來比，所以大家都是第一次煮。對。所以呢，我們就是當。 第一次吃看這樣子。來，試一下。哇，看佢啲凍好食。哇！你可以崩盤啊！來，差唔多啦嗬。哦，有香哦。嗯。唔但強又鹹，很有嗆。還有糖。有你要不要一些糖係嗎？哦。
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你想吃什么形状的茄子都吃得到。对，那你喜欢吃那个蛋的啊，块恰啊？恰呀，先走的。对，都做的是那种。你用啥感觉比较多感？不错，不错。有辣又很下饭。哦，东叉饭啦吼。好，你要不蓝水来吃吃看那咯。好，来吃吃看，记得哎。好。喂，这个肉的形状很特别哦。它是猪肉。那就会切片呢。对啊，我们这也是猪肉啊，学姐。哦，不是，因为我刚刚跟茄子融为一体，我刚想说怎么没猪肉。你要长系酱烧啊，又好咸哈。现在吃肉牛板，讲不出来你。全吃肉牛板。感觉比较好像适合老人家，因为比较软一点点，但是口感也是不错，这样子。哦，那伟林呢？很好吃啊。好吃，一猪肉没动员。没动员哈。很 Q 弹哈。你刘莎又满意吗？有满意吗？有。难评了哈。嗯。真劲哈。好，那时间呢，先唱起师傅抢本分数。等下陆师傅抢本分数。好来，请师傅抢公平哈。其實我有偏兩片係咪？因為你基本係做乜嘅醬燒，醬燒，你有噴不熱當係基本比係魚香茄子，你有冇半雞蛋？哦。因為題目冇強調係醬燒嘅題目，因為係魚香茄子啦，所以我噴兩片啦。哎，我偷偷問一下，魚香茄子差在哪裡啊？豆瓣醬。哦。即個你係調出嚟嘅煙味啊！跳行啊！你一開始看到佢哋切頭，當見中嘅切樣嘅，結果佢電腦講要切法後，又轉到咧醬嘅梅頭樣嘅，迄個政策度可能煮嘅時間冇按久啊，條底袂調出來是冇按用煙梅頭樣嘅，政策度一啲啲啦，梅頭算各有各家嘅梅頭啦，當好食。給票選凍夠哈，真的是。好了，我們就是差那個一點點高度啦。高度。好。好，四個客家細妹來嘗試下最經典的客家菜，其實冇咁簡單。唔過三下輪呢，先休息一下，來看一下今日盧師傅帶來乜嘅四個料理要教大家咧。總鋪素滷菜。好，今日盧師傅帶來乜料理教大家咧？米醬調出來炒年糕。米醬，係一種冇強嘅方式。米醬係味噌醬，好，那要準備米醬調出耶。我配色的甜椒，白薑的有咧蔥頭來，還有蒜頭，好咧配色的蔥啊，還有有肉，好有啲香梅，還有啲年糕。好年糕片，年糕片都按容易片呢，看唔出來誒。韓式的年糕片，然後調出來樣樣，好一塊錢嗰啲。對，你要切到這嗎？啊，麻煩我請我的學生過來一下，來兩位過來看一下茄子怎麼切的部分，你認真看一下。關於切茄子的這部分，你看清楚。切條或者切滾刀，春頭一塊是切滾刀。哦，這樣知道嗎？這叫滾刀。哎，這個叫滾刀，剛才切的那個叫做花刀，這個我看不懂。哦，安永有題目。第二種，要不要試試看？切一半是這樣，先不要。切法，切樣一半一半，切法哦。切一切。這樣知道了嗎？這是阿基師沒教你的，bingo 才會教你。對，切法。哦，不過你切開後背哦，沒切肚絲哦。對，而且重點是不能兩邊都切哦，學姐。可以咯，這樣。對。還是切法，可以好，做得好。好，可以。這樣可以哈，好，可以回去了，可以，這邊教學完畢了。好，要留電後，等下幫你那做紀念。做紀念嘛？要幫我傳過去一下，再給他做紀念。仔細欣賞一下，仔細欣賞一下。啊，我哋食到炒靚肉，一片嗰啲。炒靚肉哦。你要一配應該，一配咧啊，係。我想講你要少咧，那下以後。哦，咩？我係冷油咁多咧，記得別用。我用燒嘅，用冷嘅，冷鍋冷油係別幫佢甜甜的油這樣會出來。太太有冇問題要問哦？因為要把今天趕快學起來，然後回去做給婆婆吃，做給媽媽吃。OK。好，差唔多咯。那像這個也是別多馬個時間啊？別的要擦擦樣嘅，好。大家看清楚用的標哦。哇！要這樣才代表油溫有夠。對。剛剛太太的油溫都冇拉哦。怎麼會變色？剛一車就彼此勾，10公下輪嗎？你看，按用色凍好看，不然就會變得有一點咖啡色了。一條色按用好，這個都是的。
葱头，葱头都会先炒，然后你要给蒜头的部分炒比香啊，然后。香落。金城有问题吗？开放你用国语问。都在温给用哦。做得啦，做得。嘿，问了盖冰牛啊，哎，香布牛，但是你用香布牛伊是先处理过，可能煎好牛先留起来，怕太老。注意落袂涩涩。鸡胸肉会比较涩一点。牛没做对啦，像那个骰子牛就可以，就很适合。好，米酒。哎，先离火。好，还有米酒。调油。我应该米酱咧，还我加调油唔会香香嘛？唔会啊。加有老糖。其实这样颜色也比较好看。嘿，洗好酱，因为你咧加水，你会加咧梅头，你会配咧水的比例，即个会结好啊，样因是唔会香香的。我吃米头吼。接咧先取下梅头。做得咧。做得咧。好，呀，年糕先冰下去。那个宁波年糕。年糕因为做咧酱啊，先俾做下咧酱。比薄一下吼。太干有冇问题吗？冇问题。问哦，伟林。那个如果放牛肉，它的牛肉是没有油的，那要再另外加油吗？伊个看你用慢处理，还有我听有讲咧，系香布牛啊，或是牛啊，做得些渐渐的是拿起来。后背就个冰下去煮一下时候咧，嘿，你系讲用个牛腩啊，嘛个做得先来去煮一下 ，OK， 看你咸的东西的部位，熟啦也可以。哇，体育班看到你做出来哦，这么慢火，这么不计较时间这件事情。咩？你啊天天每准个，你啊年糕蚕豆油，蚕豆油软的哈，还有你的酱有点点高高的，嘿，高高的时间哈，稍稍来调出来先冰下来。哎，用咱咧上刀了吐出来啊！迄些梅头是会切甲扁吧，讲啊，你本来讲酱烧嘛，酱烧就是用调油啊了，但是应该是用这米酱，本去加一只梅头样子，把你个年糕吼，是要有食饱，好，水梅吼，啊，蚕豆咧酱川又高高的吼，啊，你咧葱节用下去，好，丢点点冰糖果，好，搅一下，哇，好，蚕豆嘞，对，双鱼盘那的。哇！其实不但想是因为年糕哈，我还想到可以放那个意式的通心卷。哎呀，没做得啦，通心面啊、蝴蝶面啊那种没做得，对，一点葱啊。嗰首色香味，按钮全部都是古豆哦，最后面摆盘没有注意到哈。好，米酱调出来炒年糕，按钮就好色喽。应该还没有讲什么全走在选，什么走的？我可以帮他们要求吗？可以，但你不能吃哦。我马开。我知道你们的策略了。我们就是最后一棒。等一下，那个他们说晚应该是again，然后就是90秒开始。对，因为我们最后一棒其实是厨师。好，两次料理呢，也是为我们女生设计的，真的。啊，有会样子啦，但是听落的这问题啦哈。好，来场知识一下。有冇因来啲熟食前哈，总得是调出来啊。好 ，A 会让向咧血液凝固 ，B 会让向咧麻醉，系 A 就系 B。剪刀石头布。加哈黑椒饼糕，连下万尾零糕。先走的哈，新呈现咯哟哈，拿出爱尔兰的魄力哈。线抖三跳舞，哎呀，没魄力。来，先写你也选 A 啊，A 还是 B B 嘞？我觉得呢，你们有想法吗？我们有。哦，有吗？我觉得是麻醉。我也是觉得。走马凯，我听一下你们的想法。因为呢，血凝固跟这个没有关系，血凝固跟血小板有关系。血小板的话一定跟红色东西有关系。那这紫色东西呢，因为它这紫色东西会影响麻醉。快讲的。好啦，都带答案系马凯咧。
答案是 B。真的是像他们讲的吗？手术前是调出来啊，佢个麻醉剂啊，可能无法度本紧冲分解啊，会透很多平音苏醒的时间让向康复的速度，所以手术前总得是咧会调出来。哦，演了黑暗呢。拖延麻醉剂啦。对啊。好啦，不怕啦，不管用，我们还是要吃嘛，对不对？应该还没有又讲什么全走在选，什么走的？我可以帮他们要求吗？可以，但你不能吃哦。你给我马开。不舒服哎。觉得口感怎么样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感觉就是QQ 的软硬就是刚刚好，然后非常下饭入味，对，甜甜，然后又咸咸的，含甜，哎，对，伟林吃到嘞，专业的真的就不一样，真硬哦，师傅，对，这就是神明跟凡人之间的距离。你说的真的，你说的是切屌垂感那个差别是吗？你有留着吗？那个吊锤嘞，吊锤嘞，口袋吗？属于了，对，好。你两啥感觉嘞？就蛮有 Q 弹的，然后茄子不会很软烂，我觉得所有东西都很入味，然后都很下饭，对，回去很适合在爱尔兰做一个就很简单食物的，对，好啦，今年喺皮上嘅好食，睇下你都不卡，做得来吃做困难，因为嘅秘种所以你客家嘅同。你剔油的呀，种的酱料，睇起間你做了吃做困難。不過呢，加頭前係1比1咯，上好了要集中精神，拿出你的戰鬥力，來進行最杯米館比賽咯。愛係太祖譜，用嘴運用接力嘅方式，運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總譜實天愛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嘴咁嘅因為太緊張嘅，撒亂盤盤喎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，而你誰來上菜了？好啦，最杯米館咯，最緊張嘅時間，加1比1咯。好，你下打開呢本大家確認下，你下次個人愛主題嘅食材係馬介東西咯。番薯呀，地瓜好，你番薯呀，咪真叫我講一下，3萬要特別唔單唱起呀，就果子呢非常嘅好食，你就強吹呢咩味要特別甜食奶油按皮，種出來強吹全部都當好食咯。係啊。番薯呀會做乜嘅咧？3色蛋炒地瓜葉。哦。3色就是3種嘅卵，要麼個雞卵，還有麼個皮蛋、鹹卵。哦，全部炒。這3色。3種顏色會炒該地瓜葉。要怎麼炒呢？這個炒，該第一個階段是先煎蛋皮，蛋皮，好嘅時間用落旁邊切到，可能切蛋啊，還切條當做嘅。啊，該鹹卵要注意哦，鹹卵嘅時間，該卵幫嘅該泡泡炒出來bằng。哦，金沙愛地，金沙地哈，重點是該甜，該鹹蛋。對。皮蛋咪薄薄嘅，可能切蛋啊，還切牛板都做得。啊，每下好嘅時間，人用到該用該檸檬汁。喂。鹹味下糊，下夾變糊，地瓜葉鹹味變下。全部炒好。為好嘅時間。再個加檸檬水。加了攪鹹味變糊。我幫你們倒吸一口氣，感覺這道菜沒有很容易哦。對。好，慢慢來，要出第二題目啊。好，你要站去哪裡？好。我講你都看到答案嘛？好。來，番薯入用半音料理做得保留下道嘅音容呢 ？A. 大火快炒 ，B. 汆燙。好，先猜拳。马赛剪刀，来猜拳，奖品来。等下玩小俊好吗？小，然後小，來剪刀石頭布 ，yes。A I B 呢？他贏在指甲比較漂亮。對 B。好。因為佢就選 B 啦，我就是直接選 A 啦。好，答案係 B。Yes。怎麼嘅咧？你看，汆燙能將番薯雜的營養素較完整的保存下來，而透過炒菜放鮮，就會因為高溫而流失維生素 A 以及其他營養成分，所以答案係 B。好，不好意思啊，唔怕啦，不好意思。那我們待會都用汆燙的哈。好，今日下水就來進行比賽嘍。
呀，哈那两位学姐哈，因为看待学姐都已经安尼，就是都是 very first time 嘛哈，唔怕跟杨海先剪个乱皮看哪些部分，好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可以要不会要做对嘛哈？好，计时开始，开始。用班。我在想说要跟乱皮啊，我想加一些嘞嘛，该调咪毛嘞，不是吗？不是，因为等下你炒个喊落时间是有梅头咯吼。好，好，学姐哦，帮我主持一下哦。好，声音哦。强强的天天都转，天天现在倒下去，全部倒下去，好，转下慢点，变下来，变下来，哎呀，要放，变下来，变下来，我听到你，好，平安着地了，谢谢。好嘞啊，听的弟弟哈，听，只有半年过些事，哎呀，弟弟哈，转有人叫我表人，我表人，转了，好，我要先空改片，好 ，OK，没问题哦。先做嘛改，先托菜，你好，你唔是切菜的呢，哦，你敢从地瓜叶，你有咸的谁不给做的，最安全的呀，最臭的。因为我从小就有帮我那个阿婆挑菜，你还有哪里炒？你看哪里炒？你看嘛，切蒜头，切打乱呐，打乱。哇，我先看嘛，你有先见龙皮系吗？我先见卵皮系吗？系吗？按用吧。开火线。哦，两片拢强龙哦。唔过见出卵冇强龙。真紧哦。下台底咁拍。哎，冰水啊，冰油。用班有冰油呢，师傅。师傅，用班我两边在做。点解讲？你有非当个问题，用班的冰油。这边按用长不香啊。哦。等于行好四个是倒的呢，按用个啥？好倒掉吗？倒掉吗？哎，3、2、1，时间到了，来，我马上来煎哈，我马上煎，好。小猪哦，辣椒，都走的，先走的，走的，好，走你好，免紧转哦吼。先表人，冇个摸老少，先表人，这好像刚才有发生过一样。你走的线走他懂了，用班酸豆米走的，你刚才做了什么？我挑叶子，先你拿这么简单的事情做，我跟你讲，这不简单，因为你要在最快时间要判断它软嫩哦，嘿，其实不简单。嘿，转可以翻面咯，差不多翻面咯。这样吗？全走的也可以，走的，好的，怎么办呢？要翻也不是，不翻也不是，完了。那赶工我们先离火，然后我们先继续做这个。不用先离火，直接火关掉就好。谁都搞不嘎啦。你就继续剥你的蛋吧，这样就可以，这样就对，这不用理他，对。好，你小路走，我们过去吧。好，我们那边也需要救啊。你看看我们的蛋煎的多美，我们第二棒稳稳的。第二棒稳稳，感觉到庄平在旁边完全是放空的姿态。他一定希望说伟林做久一点。对，我就不用做了。我知道你们的策略了，我们就是最后一棒。等一下那个他们说晚应该是 again， 然后就是90秒开始。对，我们最后一棒其实是厨师。我真的觉得品轩做菜的样子好像在做美劳哦。其實嗰啲豆是唔會燒嘅。唔會燒咧。你們那邊做美勞，我們這邊在做實驗。等一下記得大家給先切咯。好，等下都轉來就做不用哎。好，對，頭吹。好。我覺得其實你們還有廚師幫我。哎呦，就30秒呢。看一下你們要怎麼用。又該蛋黃殼係冇，應該糖落該上，係冇？有啊。我有。口感，真的。口感啊，切啦，應該要糖落上哦。係啊。貴了落去炒未做得啦，係啊。貴了落去炒未做得啦，係啊。先不給切了哈。你們不要忘記自己的專業好嗎？不好意思，我先收拾我家一下哦。要在台灣就去裝。台灣弟弟啊！哇，奖品要該你了。你先緊張了。你先，我家裡來投人嗎？怎麼講？然後你先助理。我們有30秒，我們有30秒。做得表。你先地瓜葉。4、
3、2、1，平线完你喽！哦，品轩，你先偷鸭呗，偷到吗？然后你善用你右手边那个牌子。我以为你说善用她美丽的指甲。我想要先那个好先偷，你挑完可以那个咸蛋黄可以先压啦，对咸。蛋黄先压。啊，你们干嘛不讲话？因为我真的觉得画面动，很有趣，动身起来哈。你要用了吗？我们待会回来你就用好不好？我先帮你把这个关掉。我真的觉得品轩做菜的样子好像在做美劳哦。走的是就跟你们说 very first time。好，两片可以炒了哈。喂，哦，摸 Kim 一下， Kim 一下，两下 Kim，因为等一下口感会太重。那个有汤匙。用两面做对啦，Kim 是好嘞，Kim 是好嘞，下水火顶，下水火顶，下水火顶，离火哈，离火哦，离火的哦。真的整个 bottle 拿勾了，看后会不会？哎，細個啲倒是唔會燒咧，唔會燒咧，你們那邊做美勞，我們這邊在做實驗。金城，我們是第一次做金沙嗎？这还用问？等下冰落去，加熱嗎？加熱嗎？2分熟我啊！受不了了，你还用这个？安妮用呀，你们用这个，安妮用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來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对，这样不是办法。只有30秒嘅哈，你要準備好啦啊！哦，先準備好啦啊！等一下，準備好了哈，做對了哈，做對了。等一下，準備好，開始，好，開始。時間咪倒數啦啊！還嗎？還快10啦。 27、26、25，係30秒啊！哎，傻眼眼呐！大家小注意啊！前馬先在用中國表下去。 10， 9、我不忍心呐。 7、要不要开始减6。法？啊，八哥，他说要放狗等一下，水妹，時間到。等一下，我們剛剛有起泡嗎？有起泡嘞，有，好，王一蛋。你要看下去吗？还是到我那边去？現狗好，這個cái咸蛋黃誒貴啲落去煮哦，吼，咸蛋。喂，你要不要用廚師幫幫我？等一下，你沒摸 Kim 的好。你要不要用廚師幫幫我？要，快跑來。來，站過來。先記好。好，準備好啦，美勞老師加油。廚師，你講廚師看數眼。廚師看數眼。好，底息可以雙條線。雙條真的是太大對了，我不是我要。來。好。他怕摸到你的手會被加針嗎？所以你點要隨時吼。哦。大家會表下去咧。喂 ，Hello， 還有我的皮蛋。你要幹嘛？摸錢。摸錢。喂。不要倒數啦。倒數咧哦。你這個。你要加水嗎？是。調味嗎？要調味嗎？ 8、要，等一下。 7、6、雷夢。 5、4、3、2、1，好下口咯。我這已經習慣用回頭嗎？還有雷夢啊！我們開另外一邊好了。先把盤子擦乾淨，然後把這倒出來。我們那邊也需要。對。等一下，你們有擠檸檬汁嗎？最後起鍋擠哦。起鍋擠，不是擠。好，起鍋擠。你過來。好，你冇強啲，冇強啲。等一下，你不用嘛蓋。可以嗎？這什麼？可以，料一下。好啊，差唔多咧。咩？冇，安用一下哦，好。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大家隨住嚟吃看下最杯麵館，咱加上係你嘅太重譜咧。講一個美勞教室咯，自然科學教室大實驗。本來吼明珠姐的最低標準是8強，那現在已經拓寬了。還是你？還是我？對。好了，恭喜他做了，他不會走的啦，給佢來選款。好，來，收你地瓜葉問你個醬汁哦吼。做的啦。做對了。你幹嘛笑出來，學姐？哇！他敢吃到牛板，馮志約吃到牛板。不錯吧？看
看起来很漂亮。看起来看起来对，跟我们的哎跟我们学姐看起来一样。嘿嘿，考本身朗吹看呐，好，好，两边都不一样啊，对。马上会现功。马上，你这先讲回来，两边的差边的哪个东西？海鲜我刚刚有吃到蛋壳呢，蛋壳呀，其实是我们故意的，跳表哎，故意的，因为你们那边店是实验室，对不对？实验室。对，给他导演实验室。好了，你两下满意吗？我们自己讲，很满意。很满意，很满意哦，好。好，三下來呢，哎呀，真件懂難評的吼。其實不像拿出人嘅愛心，然後人嘅專業，搶分數。哎，好了，风吹得到2分的，两下卢师傅抢本分数。哎呦，七师傅您讲一下。好，第一片叫水好豆，我该咸蛋黄又炒出来，又融入到水里面。啊，然后水时下烧。哦。嘿，你有搭配点酱汁丝又鹹又梅頭，那上法用嘅吼。對。盧師傅。好，呢啲條啊，那上法。對啊，你是講嘅咧，用得重甜些，其實有啲都有醬。所以電導講會做到嘅咧係番薯啦，地白度，所以番薯啦可能還有梅頭，甜甜。一老是正常到水好少變到好高高的樣子啊，見到高高，還有物形物的形狀整體好擺盤起來該正差啦。其實兩片梅頭春有動特別啦，嘿。今日嘅比賽結果呢，風吹得到3分，藍吹得到1分，恭喜風吹得到3000的元加菜金。那就咁講吼，咱水吼唔係上心啦吼。兩位同學，你看，你係廚神太金鋼刀劇組宋本義轉豆腐哈，好好練習一下哦。恭喜！好，对，伟玲学姐，针对今天惊人的结果，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一次参赛的心得？我婆婆应该没有看电视吧？那你想说怎么煮成这样？对，就是我会好好的回去练习这道菜。你下一次如果真给你祝后 C 沟，还有拍照上传到我们粉丝团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我们看看有没有一次进步这样子。好，对对，没问题。庄平，你们有学到东西吗？有。从今天开始，要不要好好学做料理，好好当个媳妇？我要回去好好先练习那个切茄子。嗯，对，切茄子，对。咱拢讲好煮菜哦，TG 不是会看一家自主的节目啦。真的，游戏，对，真的很厉害。哦，咱水今年吼，咪系提这排做菜呢哦，老大家讲一下，我们的小军小小今年参加的信得的嘛改。爸爸妈妈煮菜很辛苦，回家好好跟他们学习。那我们的星辰嘞，今年参加的信得系嘛改？就不知好多懂东西，哪位好多练习几次，带回爱尔兰。好了，真给你的节目呢是兼具教育、和个综艺，还有学习的意义。故说太起家类都要到位，今日最主要嘅系，虽然呢都唔系最多嘅料理经验，不过呢都要到位，都有进步一些嘞。而且呢，激发大家的战斗力，回去要好好练习做菜哦。系啊，所以啊。你真嘅唔是小李啊，你會煮菜嗎？你看，做啲上節目啊，好好咧學習啊，上美術課啊、科學實驗課啊，全做得啦，真的哦。真嘅唔會煮菜嘅，要做得來做美食節目嘅主持人也是 OK 的啦，對，很勵志。好，希望太起間呢，今日都有學習到，一家之主等你向下來挑戰報名，等你咯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